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另外是讲嘅，欢迎看8月21号中嘉台南电影新闻。市民所期待台南市美术馆，其中一馆预计10月启用运，不过二馆才会拖到10月底。不过议员质疑是除了开幕时间无同步，重点则是由台南市第一个行政法人所负责管理单位。不过台南市政府竟然沦为被查，议员烦恼美术馆将变成行政怪胎，今日要求修改驻地条例，向历史负责。议员按封指出，台南美术馆所在地是持有财产，由市府无偿提供，并且投入20多亿的兴建费用，已经占文化局1/4的预算。未来每一档也需要编列1亿外投入营运。不过，议员修出美术馆设立驻地条例，强烈质疑市府根本只是一个被查单位，连监督的权利拢无。会中批评台南市第一个行政法人却是行政怪胎，要求修法替历史负责。你们只是一个监督单位而已啊！你根本谁要管谁呀？谁要管谁呀？什么人会当做阿久？伊的董事会当做比你局长阿久，伊的董事会当做比你副市长阿久。什么人较大？一年的预算，伊会当决定的预算，伊的权比恁市政府的局长大。跟议员报告，因为你刚刚提到。局长。它的经费90%是市政府补助的。你等等。那既然我们有补助的权，我就是要跟你谈。既然90%是台南市政府补助的，为什么台南市政府沦为一个只是备胎的一个备查单位？下一页。我们是监督他们，是监督他们，尊重他们的专业。我们今天在他还没有营运之前，我们已经发现了这个大怪兽，它在法令上面的缺失。我们要防止台南市私有财产变成美术馆，将来他们董事会可以任意处理的，所以我们必须赶快提出来，要求台南市政府做一个修法的动作。无你再成功会运搬。会中议员进一步表示，美术馆地下停车场将委外经营，一档有2500万的利益，却全数纳入美术馆。议员强调，这是市民的财产，不过收入却是进入市库。凸显美术馆就是行政怪兽，恐惊被五鬼搬运。不过因为文化局长急要澄清，有占着议员这顺时间，嘛互议员气甲连更背拢淡出来。财产如果要移转，是要送到议会来同意的。你是干咩呀？台湾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会中议员蔡淑慧除了延续洪议员对美术馆经营管理的监督，会中嘛对着明德公园要变成乐性高中校舍议案表达关心，要求市府唔通无采一个优质的公园绿地，一定要甲当地居民沟通好势。议员蔡淑慧表示，南区明德里有一个占地500坪的社区公园，不过却被附近的乐信高中向教育局提出申诉，要改建学校宿舍计划。对此，议员强调，不管倒一个所在，要开辟公园都做困难，所以要求市府调向其他的空地边境来进行。事实上，一个地方要开辟一个公园很难，很难。这个明德公园，它的以西有很多的腹地是大家荒废掉的，就像我上次提到的，我们的警察新村在那个地方是荒废掉很多的宿舍。如果说六信高中真的有需要去增设，有需要去新建这样的学生宿舍，我想我们朝整体的开发去运作，应该会比把现有的公园取消掉，然后当做一个学校某一个学校的宿舍来新建。我想这样对居民来说没有任何的造福。一个市政府今天要开辟一个公园，多么的困难，所以这个部分拜托局长，你也能够去努力，朝我们那个明德公园以西的那些腹地、那些空地来着手，是不是可以透过都市计划变更，让六星高中有机会取得一个学生宿舍的土地使用，好不好？好，在几次的协调之后啊。也有讲说，因为这附近的居民哈，对于这块
土地它还有这个相关的使用上的需求，所以还在沟通协调当中，并没有做出这样的决定。好。另外，甲市民密切相关的红青灯，以外嘛烦恼因为光度不足，就引起安全顾虑，所以会长嘛甲交通局探讨，包括电商的费用起价照一班，如果以全市4500个分10档便利预算来更新台湾，一档嘛只要400多万。对着现况，交通局一档便利1亿3000多万的耗资维修费用来讲，绝对是可行。所以会长要求市府慎重考虑。但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面对演化国民运动中心将要试营运，徛伫推广全民运动立场，议员李宗诚上午伫总咨询，要求市府做好相关的停车措施，降低交通的冲击以外，对了委外收费标准，嘛强烈要求一定要做好优惠，加照顾弱势工业时段。议员李宗诚表示，8月已经取得使用执照，预计9月初试营运的演华国民运动中心，伊除了烦恼场地所在地将引起交通的冲击，加停车空间不足，向市府予以检讨以外，对着现况的停车加经以后的收费标准，又嘛积极替市民加弱势来争取调降费用等优惠的措施。对此，局长强调，该中心伫委外经营以后，收费的部分伫全国已经算是偏低。现在有很多民众在反映说，在价格的方面，其实他们去看了之后，跟外面的一个价格其实落差并没有很多。那既然说它是一个全民的运动中心，那就是依我们台南市民有一个好的一个有运动的地方嘛，休憩的地方嘛。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可能我们教育局要跟我们永华运动中心这边去探讨一下，看价钱的部分。你就像我现在用一个比例来说，游泳池就好了，在我们一般的户外游泳池，可能50元，它就可以使用到了，而且他们的停车又不用钱。那我们的永华运动中心可能要100元，但是它外面的设备并没有像外面的游泳池的设备这么多。它有SPA池，有蒸汽池等等。我想跟李议员说明一下哦，因为永华国民运动中心哦，第一个它的收费其实已经是全国各运动中心里面算是偏低的哈。那像游泳池的部分哈，我们现在的收费100元，其实它里面有SPA池，有烤箱。好，这些都是有的。出席运动员的李议员上午透过总咨询马替专车救生人员签名，因为根据市府教育局所公告的薪水是31000多块，不过实际领的薪水才只有26000多。议员质疑当中4800多块的落差到底走去倒？上午要求教育局了解情形，避免引起无必要的误会。但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议员参选人黄伟典日前爆发偷食的风波，选择退选来表示负责。对此，市长参选人柯中信日在下晡召开记者会指出，黄伟典这摆偷食其实已经犯3项法律，伊表示遗憾，因为民进党对南到北的选举拢发生婚外情。台南市长参选人柯中信表示，9年前伊阁咧担任台联党立委的时阵，甲民进党合作。对当时带小三到旅馆开房间的国民党立委吴玉生口舌批评，如今看到民进党议员参选人黄伟典爆发小五的风波，并且佫衍生出堕胎、教唆色诱等事件，让伊非常感慨。邀请律师一同出席记者会，向市民说明黄伟典可能违反的3条法律。这着出讲的行程，还是选举的行程呢？安尼违反伊的另一半，叫人这个搞小三啦，这里刑法叫做通奸罪，教唆这个色诱对手的行为。这件代志有影无？若有影，敢会违反选罢法呢？故意使人不当选。王伟展有没有真的教唆伊较早迄个小三去堕胎？咱人的性命从怀胎都受到保障所以讲堕胎罪原则上是有刑责。通奸罪239条里面规定
有配偶与人相奸，就会发生性行为的人他的刑度最高是可以达到1年。那因为他有期徒刑的关系，依照刑法规定，他们是从2个月到1年的刑度去做处理。再来有关于堕胎罪的部分，刑法288条堕胎罪的部分，他如果是怀孕的妇女自己堕胎或服药方式或其他方式堕胎的话，他是可以处6个月以下的有期徒刑。选举人他为了力图使其他，或者说意图使其他选举人不当选或当选，散布不完整或不正确的事实的时候，这可能也会是有刑法的问题。那规定在《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104条，那可能会处到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对于民进党议员参选人黄伟典的头家风波和高速部团队积极黄伟铁加黄伟典来切割，对此黄伟铁总部发言人蔡永元的口说，日前周刊将对高玉林的头家若无看到高速部澄清，那今仔日因却主动讲起，使人质疑各家到底有甚物立场来讲别人。面对对手的批判，21号上午，高速部亲自召开记者会，向黄伟铁电影发声，唔通个对于厝内人攻击。最近民进党议员参选人的外遇事件，嘛，互高速部电影甲黄伟铁的电影展开一连串的互控伤疤。21号上午，高速部嘛特别召开记者会，呼吁黄伟铁电影莫阁黑白攻击伊厝里的人。伊嘛认为黄伟铁团队的成员拢是一寡坏蛋。无伫你台南市的资格，你的这些选举团队，都是我们认为坏胚子或坏蛋的一群组合。那你就像你自己在你的道歉声明里面也承认的一样，他们是一群会从事抹黑、会从事不择手段选举的一个团队。像这种坏胚子的组合，你跟他们在一起，你自己会让人家觉得你好到哪里去呢？这种坏蛋团队没有什么资格来治理我们重视传统、重视人情义理的台南市。我们也相信台南市民不会容忍这种坏蛋团队来治理台南市。那至于黄伟哲先生，你自己要用这样的团队在事事从事切割，我觉得你也是挺可怜的。为什么不干脆用好人？还是你身边都没有好人，或者是你自己也不是好人？黄伟铁的电影回应认为高速部安尼的负面情绪发言对社会是不良的示范，希望高速部会使多谈政策减骂人。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迎接中秋节，为了让弱势民众买当有一个温暖的节日，由 NPO Channel 所发起的中秋送爱活动，21号上午因亲自将关庙面送予严控的孝母关怀协进会，希望让社区弱势长辈买当感受到满满爱心。食物银行是为了减少食物的浪费，将食物的资源做有效的利用所成立的单位。21号上午由公益团体所举办的中秋及时送爱活动，就是希望透过安尼的活动，让社会大众会使对食物银行有更加多的熟悉。台南市长参选人黄伟铁嘛出席今仔日的活动，嘛将募集到的关庙面送予永康的孝母关怀协进会，同时嘛鼓励社会大众会使多多关注食物和食物银行，帮助弱势民众会使有温饱的生活。这个是一个抛砖引玉也不是我的钱，因为候选人你也知道说。在这个时候做一些大动作都不是很好，所以我们只是找一些做一个平台，找一些十方各地的好朋友的钱，他们汇集起来成为一笔小小的钱，来购买600份的这个关庙面。一方面关庙面我们也是行销台南的关庙面，一方面又可以让这个NPO 这样子的一个组织来媒合各地的非营利组织，然后又可以让这个食物银行联合会各地的食物银行，他们可以得到一些台南的有名的关庙面，给分赠给这些社会需要帮助的一些弱势团体。所以我觉得是多赢的局面了。那所以说我们这个部分只是做一个示范，也希望说有更多将来平常的时候，不要说只是选举的时候，平常的时候会有更多的这个社会人士一起来参与。
把将来如果我们在台南市政府能够进入台南市政府的话，我们也可以用市府的资源来采购地方的这个特色的特产，然后给一个全国的公益的网路，然后来分赠给需要的社会服务团体。校门学会平常时嘛有举办共餐的活动，互社区的长者会使同乐，嘛加一份的陪伴。会中黄伟哲甲侪议员参选人嘛共同主管庙面，希望互长者拢留下一个温暖的回忆。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先休一个，马上转来新闻现场。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再慢慢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啦，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重要，所以要说3次。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由台南邮局甲安平区公所所合办的老大人歌唱活动，17号伫区公所登场。同港除了长辈热情参与歌声，主办单位嘛特别邀请第4分局到现场宣导反诈骗等政策，场面相当温馨热烈。由台南邮局以及安平区公所共同举办的中华邮政不老运动银发欢唱真有趣活动，今年报名参加的长者总共有60位。主办单位希望会当借由活动的举办，鼓励长者多多行出门，甲人群接触。同时，嘛伫会场设置各种正能宣导的单位，其中嘛邀请警察局第4分局来到现场分享反诈骗的知识，避免长者被歹徒诈骗的状况来发生。我们也很高兴可以这样子来做一个关怀老人关怀长者，然后我们也跟4分局合作。老人家最怕被骗啊，他们都在家，他们也有做这样的政令宣导。那由我们的社区妈妈做一个跳舞的开场。那今天最主要也是要做一个歌唱的交流联谊。那我也请到了上一届 BB 卡拉 OK 比赛第1名的伟盛小朋友来做一个交流他刚刚就唱完了。那也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选定安平，然后做另类的一个行销。那也让大家知道说，其实台南邮局在这一个区块，对于他们的保护，对于他们的长者也是很关心的。主办单位表示，中华邮政不老运动银发欢唱真有趣活动，主要目的是要配合政府关怀长者政策，透过系列活动宣扬这个理念，嘛鼓励银发族爱行出户外参与社会活动，并借由交流联谊，让长辈活甲更较幸福、更较快乐。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现在中秋节来到，其中应景的月饼口味愈来愈多元。不过，对着糖尿病患者来讲，其实加油、加盐、加加糖月饼对着病情有真大影响。所以，阿兰病院新陈代谢科特别结合营养科的专家，教民众伫厝内家己安怎做月饼，会当食得健康无负担。根据统计，成年人一天所需要热量大约2000卡路里左右，但市面上所卖月饼一粒就超过700大卡。安尼高糖高热量，不只对糖尿病患者来讲是真大负担，对多数人来讲嘛拢无健康。对此，安南病院特别邀请糖尿病友来到院内，听出营养科的专家教讲如何地处理家己制作健康高美味的月饼。每100公克的话，它的膳食纤维的量可以达到2.8克。糖尿病人在中秋节也是一样，可以过得很快活，可以吃得很快乐但是要怎么吃呢？怎么样吃所以吃出健康又不会变胖那甚至还可以改善血糖这个是我们今天办这活动的重点那我们都知道，一般市面上的节庆的一些喜饼包括尤其是中秋月饼的话，事实上热量都非常的高，有时候1颗传统蛋黄酥1颗热量事实上就超过1碗饭，所以再怎么去挑
哦，如果说你要在市面上挑月饼的时候，是要注意什么样重点呢？哦，那当然的话，我们是从如果说增加生活情趣的话，我们今天的重点就是说，如果可以教大家去做月饼，事实上哦，你可以为生活增加一些乐趣。好，那自己动手会做得更有快乐感。哦，那也可以从做的过程中去学习。所以我们今天办活动，哦，最主要是借由说做月饼的过程中，告诉大家糖尿病人怎么样去了解饮食控制的重要性。咱平嘛将健康的月饼做法大方分享，建议民众选用蚵仔番薯、猪肉粉、带糖加低脂的牛奶来取代传统高油、高糖、高盐的做法进行月饼制作，不只当吃出健康，还当兼顾美味。等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详细的天气变化。现在是乌云有时多云，准后现在是雷雨天气，温度26度到30度，落雨几率6成。海面边风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8级。感谢收看8月21日中嘉台电视新闻，咱再会。